你的声音是独特的藏族歌手所具备的那种声音，声音很美、很甜、很脆、很润、很水，非常的好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藏族他那个豪放的、奔放的这种情感啊表现，还有你的舞蹈语汇、肢体语言，你还可以再洒脱一些，还可以再豪放一点，我觉得那会更有感染力，好吗？好的，老师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他唱的很好，是毫无疑问的，就不用说你了。我现在此时反而想跟王浩说一句话，你知道在比赛的时候啊，抽对手，这个运气啊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你自己考虑一下我这句话。郭老师，这个我真的，他们两位都说的都挺好，我别的就没有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再放松一点，再放松一点，有一点点紧张。知道吧？对，声音、心体各方面素质特别好，就是再撒开一点，最好能够一边唱一边跳起来，那个最好了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好的，哎，我们再次把我们的主播王浩请回舞台，欢迎。这一组呢是两位非常阳光的年轻人，我们的评委老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是选择站在我左手边的我们的藏族女孩三郎阿姆，还是我右手边的阳光主播王浩呢？评委老师，请选择。说实在话，因为他稍微的偏低了一点，是上不去。我实实在在的说，我还是偏重咱们藏族。谢谢老师。我们的藏族女孩一票。王浩现在知道我刚才说那句话的意思了吗？比赛啊，抽对手是很重要的。其实你的声音真的挺好的，而且你在舞台上台风也非常的好，又有很多人喜欢你。我觉得为了你正能量的直播，我支持王浩一票。谢谢曹老师。虽然说王浩很有人气啊，如果凭人气最佳，我估计我会投你。但是人气呢还要靠技术支撑，我还会继续关注你。那么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，你的对手是比较强大的，所以我要支持三郎阿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三位老师。好，好运！哇，底下那是听到了一种羡慕、嫉妒、恨的一种呐喊，是吗？不过呢，也是一种好运的传递嘛。祝我们的王浩在下一轮有好的表现，对吧？好，再次感谢，请稍事休息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第3组选手登场。